大家好，今仔这是4月18号，北车流水场上尾仔工。今仔这是最后一逝。坦白讲，今年学到真侪新的物件，比如讲半拱，比如讲跳台，比如讲转180度。感谢所有的朋友伫我的身边，甲我加油加指导，我伫遮感谢大家。今年实在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一冬，因为武汉肺炎，逐边起来拢爱上正位，停车嘛拢开真侪钱。排队实在是排甲热长，尤其是自3月开始，春天了，你看速度实在是介慢，因为涂骹拢无晒，拢春冰，拢安尼凉凉。但是我抑阁是不断入去公园内底去耍跳台，去耍箱仔。甲耍半拱，今年无流到喙手，不过不要紧，明年还阁有机会。今年安尼头尾加咧嘛，差不多30几工啊，实在是足努力足拍拼。哦，对，尤其是有一工无特别认真就拼到3万笑啊！迄实在是无简单，因为会记得以前差不多拄开始的时阵，一当要拼2万就真正力啦。即摆会当清菜，不断努力，不断练习新的物件，安尼就到到3万去啊！今年嘛，自开始。自第1天开始到即马，差不多200多天总共接起来嘛200万笑啊！这嘛是算一个里程碑啦。伫遮感谢大家。好咯，卖搁到位啊！你看，又搁卖顶卖动先伫遮甲大家再会，明年继续，谢谢。